台中市东区的东公园道，即卖正咧做改善的工程，结果发现有珍贵稀罕的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凤头苍鹰，也就是粉鸟鹰，伫遐咧休卡。地方赶紧协调着施工的单位，调整这个工序，要互粉鸟鹰安心来栖息。 东区东公园道的树林最近当伫咧整修，不过民众通报伫咧树林内底发现珍贵的保育类野生动物粉鸟鹰，还是面对到一些威胁，主要就是像我们台风天可能会去修剪枝木，很常会去在修剪枝木的时候不小心把它们草修掉。烦恼施工的过程会去甲因惊到，或者是损断因的手，地方赶紧协调支付施工单位调整延续工，再来做施工。工期这边做一个调整，那我们也帮我们的雏鸟争取到大概10多天的时间，然后它们也很争气的长大了。协会讲，粉鸟鹰对控制城市生态平衡有真大贡献，阁有城市游结的风荷，希望大家会当珍惜这保育类的野生动物，互因会当安心伫咧这个遮生活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！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！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